继续来看新北市三重埔一个保全，才上班3个月，就掌握到社区其中一户人家厝内底放真侪现金，伊就趁女主人出国后生半暝出门，再加上停电，这个监控系统无法度运作，伊共走入去厝偷摕放伫个桌顶的1000万的现金，犯案了后假作无代志，继续来上班。警方是发现讲门锁无防破坏，监视器阁拄好无录到，问保全是毋是有身份的人来出入，伊煞讲无清楚，所以警方当下就断定这个保全涉嫌重大。警方伫社区警卫室将涉案的保全扣手铐，哪敲身躯，哪甲问。我无啊，你搁讲，我无啊。厉害。这个保全讲，唔知影警方是安怎来找上门，验过社会住户伫10日透早出门才1点钟尔，转去找发现讲，纸箱内底1000万的现金无去啊，因老母拄出国无伫咧。案发的时，佫失电，监视器无法度运作，种种的卡盒，警方甲想咧已经有破啊。门锁好好，这个嫌犯应该伫社区内，伫咧铁闸案发前，每一个角落的监视器画面，果然发现讲一个保全鬼鬼祟祟出入这个机电室，这声吹着人啊！路口的监视器发现，案发之后，这名保全举止异常，频频进出该社区，并手提垃圾袋，疑似装置不明物品，所以锁定这名保全涉案。虽然被害人解释讲钱是为了要投资虚拟货币，但过金流交代袂清楚，连钱找到的时，伊人嘛无出现。警方怀疑讲被害人是车手。佫有可能是诈骗集团的高阶干部，不过伊即摆已经出境啊，警方佫需要进一步的追查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